下周我的主题就会换新的方式哈。等一下有时间的话，我会再一次的预先告诉大家哈。来，那我今天的主题，你萨达邦都给大哟，主题是邻居。好，我们上周的是巴布达尔，就是庭院。那这一次的主题就是邻居，菲要。我们那边的说法就是菲要就是邻居哈。我不知道其他的，应该还有其他的说法啊。菲要还有不邻居哈。那一样哈，有我们上课的方式一样哈，跟上次一样自己一句问句，然后加上答句，然后再自己写，然后再加上中文翻译，自己写的要自己念出来。好，我们进入到第一题了哈。第一题，中文是说你们的邻居是哪些人？哪些族群哈？等一下我们可以一一的来说明介绍我们的邻居有哪些。好，今嘛古菲奥纳姆，好，今嘛古菲奥纳姆，今嘛就是哪些人也可以说是哪些族群，或者是有我们的邻居大部分也有白浪嘛，有很多族群，不同的族群，我们可以一一的来介绍一下你周围的邻居有哪些族群。今嘛意思是说是哪些古菲要指邻居，那么你们你们的邻居是哪些人？也可以说你们的邻居是有哪些人哈？像我的话，我的邻居，我的旁边右边有白浪，对面有rumah好一个还要有rumah有湖南就是外省人还有斜对面就是达鲁固就是太鲁阁族，也有傣样哈，有不同来自不同地方的族群。好，我们可以说湖南阿杜白浪古菲奥努马古，这样子回答。相信也很多人的邻居有不同，来自美国的啦，或者是来自哪里的我们可以想到了，我们就可以写起来可以在那个讯息栏那边来写。我们依然邀请我们的苏贤老师帮我们看一下，如果有写错的词汇或者是句型可以协助我们修正一下谢谢苏贤哦。今嘛古菲奥纳姆，你们的邻居是哪些人？有很多邻居可以写一下，你们的邻居有哪些人？布农族的话就叫布嫩，或是汉人的话是白浪。可以趁现在可以介绍一下你的邻居有哪些的人。还有的邻居有是来自印尼的，印尼我们直接写印尼因为我们阿密斯没有印尼这个写法直接翻译，直接写印尼。马勒盖多马苏里好，也可以分享，我们一起来念念看。
吉玛古菲奥纳姆，你的邻居是哪些人？荷兰，阿米斯，安扎我们讲那个什么，外省人是荷兰哈，如果是汉人是百让。好，老师，那个寡病是哪一个族群呢？寡兵，寡兵是寡兵，也有人说百让是寡兵哈，不是外省人，寡兵对外省人对，寡兵是哪边的说法吗？我们也是这样讲哎，好像我荷兰并不是都军人啊，啊，不是那个军人老啊，国兵。对啊，我们讲荷兰，寡兵是外省人是吗？哈，没错啊，荷兰跟寡兵一样是外省人呐、可能说法不一样。苏格兰的是寡病哦，也可以啊，我也听得懂，也知道是外省人，是不是？吴老师有这样区分吗？我们讲外省人是讲荷兰，对啊，荷兰嘛。啊，寡病呢，军人哦。我有听到别人说国兵是哪里？国兵。哦，对对，好，果病，果病是那个东海岸这边讲的果病。寡病是哎哦。哎，哦，那荷兰呢？我从小都讲荷兰荷兰，荷兰是这个有没有？就是满在苏格兰西这一带的人都这样讲的。啊，马萨苏阿莱号都会混着讲，那没关系，我们那瓜的了。来都不管是寡病、荷兰啊，都 OK 都可以。好，你来读过你 Farius ati osin kuno misu。Hai Chinsi,白浪阿杜奈奈古菲亚菲奥努尼亚，我们的邻居是汉人和客家人。哦，对，好，osin aku hao upairang atu ngai ngai ku fiao nu miam。我们的邻居是汉人和客家人，来，阿来好，马达马多好，谢谢我们的法里尤斯。对啊，我们大部分的邻居都是百让，还有矮矮号。那法里尤斯，你会讲矮矮的话吗？都是不好听的话呢。哦，都是不好听的哈。那你会讲他们的吃饭吗？不会耶。利息饱美这样，因为我的前邻居也是客家人哈，只会讲那几句而已。好，谢谢，没关系哈，只是问一下，因为很多邻居都是矮矮。那百浪的话，你也会讲那个吗？台语一定会。台语比较对啊，台语比较会。哦，好好，对，很好，我们多学几个语言也是不错。好，好，谢谢。来，听音显示，卢秘书。听音，嘛等于来说过，你下过，请开麦克风。麦克风没打开。好，那 NoIA 我有修正了一下，我看到那个法律的，他修正了一下，我看他写那个百让前面要大写，我没有大，我重新改过，一样了哈。有百让，有爱爱，啊都不有马样，古非要努尼亚。我们的邻居有汉人，有客家人，还有卑南族人。哦，好，谢谢谢。谢。有白浪，有爱爱客家人，啊都不有马样，卑南族人，古非要努尼亚。好，卑南族是不有马样。好，谢谢婷老师。好，有时候我们来不及写大写也没关系，修正就好。好，
我们的邻居一定都是百让哈，跟矮矮居多哈。好，谢谢我们的婷莹。好，嘎照，我们古米苏菲奥。Utang aflan ku fiao niam. 我们的邻居是平埔族哦，当阿弗兰，平埔族叫当阿弗兰啊，古菲奥尼亚，对，你怎么知道他是平埔族？阿努马法纳给说，我猜的。用猜的啊，阿赖哈，当阿弗兰，来，谢谢嘎照，好，你 Alice。Sa hatu parang ko fiyaw no maku. Ikaw wala hatu misa hola manamai ko kamangai nang na. 我的邻居全部都是白浪，但是他们的孩子都说华语。我那个孩子拼错了，我订正一下。可以，谢谢，好。Lawan aku mi asipau. Satu bairang ku fiau numaku. Nika urira. Hatu misa hola mai ku kamangai nang ra. 对，他说他邻居全部都是百让，但是他们的孩子通通说华语。对，现在的百让啊，他们也没有说台语，然后大家都一样都说汉文，他都讲国语去了哈。沙杜都是意思。好，他这边有写 misa hola mai， 就是都说华语的意思哈，通通都说华语。很好，谢谢我们的 Alice 哈。我们的邻居大部分都是百让，没错，所以我们就会讲几句台语。婷颖老师的是修正的哈，我帮你念哈。有白人，有爱爱啊，都不有马样，古非要努尼样。对，刚刚你的爱爱是小写，现在改修正了，好，谢谢我们的婷颖。好，智慧，爱好，努米速度。换我了。Ufiao noniam iraku singsi, iraku kankuhu, iraku malingarai。我们的邻居有老师，有护理师，也有农夫。嗨，谢谢阿赖智慧号，就是那个号。Ufiao noniam， 我们的邻居iraku singsi， 有老师，iraku kankuhu。你们那边讲港古户吗？智慧港古户，富士，港古户好。如果是按照书本是港古户，好，伊拉古马林阿赖港古户 ，FO，係了喊好，伊拉古马林阿赖对，伊拉古农夫好。很好，护理师、护士都一样哈，港古妇那是外来语哈，外来介词，就是日本话哈，日语港古妇。好，形系也是外来介词，好，谢谢。好，你 Alice 说改一下，感蛮爱，还修正好了，还吴老师的米苏都。Umang Gumisofiao. 1，吴老师，发灯过麦克风。有的吗？换我吗？哎，还。有没有听到？没有，你把它关了是吗？好。发灯过麦克风。哎，打开了。哎，我的哈。Satu o ngai atau bairangku sakafiao no niam。我的邻居大部分是客家人和闽南人。对，我们的邻居大部分真的好，10户里面有几户？大概9户吗？Satu，哈。Satu就是大部分。好，大部分就是 satu，嗨，谢谢吴老师的分享。
1 ngai， 行系你的那个 NG 也是大写号，很好。ngai， 如果是 NG 的话，是 N 大写，那个 G 也要大写吗？ngai atau bairangku Sakafiao Noniam。Sakafiao 也是邻居嘛，哈，好，谢谢吴老师哈。客家人ngai，闽南人百让。好，目前我们知道的只要有百让、ngai，还有党阿弗兰，还有普悠玛哈，还有其他的族群哈。如果还有其他的族群，也可以分享一下，比如说有百万呐、排湾族也可以写哈。好，谢谢大家啊！你修正了，你智慧号，智慧，你念一次，等他们和你阿西阿弟。Ufiao Noniam, ira aku singsi, ira aku kangkufu, ira aku malingarai。好，标准哦。我们在朗读比赛的时候也是要这样的语气哦，念得非常标准。谢谢，好，干姑父就是复试，好。你马里盖老师。Matito. Matingilay ito. Umi patukai tu fafui atau pakai itu ayam ku sakafiao namaku。我的邻居是杀猪的和养鸡的。真的好，对，这个需要都可以介绍一下好，这样我们才会知道你邻居是做哪些开公司的啦，还是哪里来的。好，乌咪，乌咪，你那个咪要连住那后面的，也连起来。乌咪巴竹盖，有没有？要前缀一书，咱们论的巴竹盖那边哈。tu fafui atau paka enai tu ayam ku sakafiao numaku。我的邻居是杀猪的和养鸡的。谢谢我们的马里盖老师。ayam itu ilai ku tungau tidak yo。ayam。paka enai 有tungau 吗？有个字子吗？Paka anai satu paka anai ayam awai hao itilah dia ayam ilai ku kertas itilah hao。你写得很好，你再稍微修正就好了。好，谢谢我们的新海老师。谢谢。我们学习嘛哈，有时候我们也是会忘记。好，以上哦，大家都写得非常好。也念得非常棒。好，你然后国民苏里呆也可以继续哦。第一题，吉马古比奥纳姆，你们的邻居是哪些人？好，这个比较好写。好，马拉盖的古尼呢，我们就接下一句哦。线上一早来呀好朋友们，要大家一起来写，好，一起来学习。好，萨格拉诺都哟，我们进入到第二题。如果第一题还没有写完的，还没有上传的，等下随后再上传，我们再一起来看。好，萨嘎杜萨都好。你所喜欢的邻居是什么样的人？Masa ma'anay。Masa ma'anay tamplaw ko. Ko kaulahan isu afiyaw. Masa ma'anay tamplaw ko kaulahan isu afiyaw。意思是说，你所喜欢的邻居是什么样的人呢？好，Masa ma'anay tamplaw。什么样的人？kaulahan isu 你所喜欢afiyaw 的邻居。好，dengan takut你好，我们写一下。Masa ma'anay tamplaw kaulahan isu afiyaw。好，我们的邻居有
各式各样的哈。有的邻居是非常热心的，会天天跟你打招呼啊，或者是看到你就会微笑。有的邻居呢，是比较奇妙的个性哈。如果你站到他的位置停车啊，他就会不高兴，这样什么样的人都有哈。那你比较喜欢什么样的邻居呢？如果是我的话，我kaulahan lumaku umi parangai tufiao tamklau 这样。如果是我的话，因为我们要互相帮忙嘛，就说或者是说，会帮你收信呐、或者是会协助你呀，帮你做很多的。我们的邻居都很好，对不对？就根据这一题，我们发挥一下。Masama anai tamklau 就是人嘛。Masama anai tamklau ko kaulahan 就是所喜欢的哈。kaulahan isu 你afiao 就是邻居。我相信大家周围的邻居都是很好的哈，会互相帮忙的。那你喜欢怎么样的邻居呢？因为有的邻居很会分送一些他种的菜呀，或者是会送你名产，或者是很多哈，还都很好写。来，马老都那么姑姑你嘎招，umang misufiao, umang misukaulahan。我念下一句哈，好。乌吉拜吉埃古高拉汉努马古，我最喜欢的邻居是有钱的人。上面的是好，你要念下一句很好。我看乌吉拜吉埃古高拉汉努马古，我最喜欢的邻居是有钱的人。当然哈，因为他很有钱，你会向他看齐。好，谢谢我们的嘎照哈，最有钱的人，还有别的哦，继续写哈，想到什么就写什么。Masama anay atamplaw ko kaulahan isu afiao， 也可以，为什么呢？你为什么特别喜欢有钱的人？也可以写一下哦。Masama anay 什么样的人？我们的邻居是很重要的哈，如果我们对邻居好，邻居也是对我们很好，大家都会互相。那你比较喜欢什么样的邻居呢？除了有钱人，还可以写别的哦。Masama anay atamplaw ko kaulahan isu afiao。Hai, maaraw to numaku ko ni Alice, numiso to。はい我是火力在古高了汉阿古阿菲奥，我喜欢的邻居是守法的人。嗨，阿来好。有只火力在古高了汉阿古阿菲奥，守法的是只火力在。好，写得很好哦。反正kisumi sulit好，来自 Alice 安好。有只火力在。守法的就是吉侯利在
啊，守法的人。请问这个是阿美族语吗？那个猴栗子是好像是日语来的外来语，猴栗子是日文的法律的汉字的发音。哎，谢谢。对，还有不懂的地方也可以马上请教哈，因为爱丽丝说那个是哪里的，就是日语哈，即猴狸在守法的人。我们板在也有守法的说法吗？如果有的话，可以提供一下哈。好，谢谢。嗨，你 Cindy， 你咪说都。嗨。Hari Kaulahan aku Afiao。我所喜欢的邻居是很爱笑的。还马达玛都好，是吗？我不知道这样对不对。其实马达玛都哈利达瓦爱古卡乌拉汉阿古阿菲奥，对啊，哈利达瓦爱就是特别喜欢微笑的，很爱笑的，看到你就会哎哦这样，面带笑容，对不对？心情就会很愉快。喊嫩的一大号，我们面对我们的菲奥也要达瓦安古比心号，还谢谢你，谢谢。哈利达瓦爱，对，好。如果有事没事，当然不是傻笑哈，就是很真诚的微笑。好，谢谢哈利达瓦爱，就是很爱笑、很爱微笑的人。嗨，你发利奥斯，你说都。嗨，ku samsayai aparojot atau hari pasangai atamsao ku kaulahan aku afiao。我喜欢的邻居是内心善良、喜欢帮助人的人。嗨，我大妈都好，我们都是喜欢这样子的比较好。嗨，samsayai aparojot atau hari pasangai atamsao ku kaulahan aku afiao。这里就说 samsayai 就是内心善良的啊。还有哈利巴桑爱就是喜欢帮助人的邻居好，还有马达马都好，我们都遇到这么样好的邻居也是很不错好，大家都过得非常的好哈，当邻居都本来就是要互相帮忙，好，谢谢。好，智慧努米苏，智慧。黄金猎犬阿瓦祖努菲奥及卤蛋古嘎欧拉汉努马古。我最喜欢邻居的黄金猎犬卤蛋。对哈，还来一起智慧很好。黄金猎犬，它的名字叫卤蛋。卤蛋就是我们卤的那个蛋哈，卤蛋很好。有黄金猎犬阿瓦祖努菲奥及卤蛋。古安高拉汉努马古，好，因为你们的邻居有养黄金猎犬哦，那你们会叫它卤蛋，它会来。名字叫卤蛋。它会找你吗？会，它有住过我家。真的那你跟它相处得很好哦，跟邻居相处得很好。寄宿家庭，对。真的哦，黄金猎犬是什么样的狗哈？很大的狗啊，很漂亮。真的哦，哇，你是爱狗人士哦，很棒。那你跟邻居相处得很好哦。谢谢智慧。好，它的名字叫卤蛋。很好，我们名字可以起很多样的哈。卤蛋，第一次听到有狗叫卤蛋，很好，谢谢智慧。来，听音，你们说都好，搞不懂。好，hari pasangai tamsau ku kaulahan aku afiao。now hani mi pasang jingra milaya tu 挂号信。我喜欢的邻居是喜欢帮忙的人，因为他会帮我收挂号信件。谢谢，阿赖。阿赖，对哈。大部分我们的邻居都是这样的哈，我也是哦，会帮忙邻居收那个挂号信，还有他们的物流啊，很多很多还寄放在我家哈。大妈都好信息还是本来过好。哈利巴桑爱阿当老古噶乌拉汉阿姑阿菲要我喜欢的邻居是喜欢帮忙的人。那哈尼因为
米巴朗金拉米拉亚杜挂号信，好，因为他会帮我们收挂号信件，好，这很重要哈。好，米拉亚就是收信哈。好，谢谢我们的婷莹婷莹老师哈，分享的很好。嗨，马劳那么古几班来？信息我写错。来都阿是本回书。Waalaikumsalam kaulahan aku Afia。我所喜欢的邻居是爱笑的。哦，喜欢微笑的邻居，好。乌哈利达瓦爱，乌哈利达瓦爱啊，阿外国字在 A， 对不对？好，你知道哈。古嘎乌拉汉阿古阿菲耀啊，我所喜欢的邻居是爱微笑的，是对哈？你的想法是这个吗？嗨，要写的，你要表达的是这一个哈。嗨，阿弟聊完头一说阿弟，好，聊完头再重新写一下，修正一下哈。所以你很棒哦，嗨，你姓海老师。哎，好，轮到我。嗨，技术都。嗨。matamay ake gura no horam patuyak ake 跟回答，打他们答。uma ini ai uma sasila itai ko kaulahan fiao namaku 我喜欢的邻居是互相照应的。马达玛都古有切题啊，达玛都好。Manina uma ini ai 啊，也有这个说法哈。uma sasila itai ko kaulahan fiao namaku 我所喜欢的邻居是互相照应的，可以呀。要uma ini ai 嘛那个要分开，好嘛沙西拉一带讲那个你那个还要第一个那个一横那个还蛮哪股啦？不用了哈。好，谢谢你，星海。好，几翠云，晚来。嗨，Malaluk go kaulahan aku Afia。我所喜欢的邻居是勤劳的。你刚才是按照上面还是现在是新的？新的。刚才是马达瓦埃，你现在要改第二句，好。马拉鲁要加 ay 哈，马拉鲁盖古嘎乌拉汉阿古阿比耀。我所喜欢的邻居是勤劳的，可以吗？马拉鲁盖会比较好。哎呀，这本来都给说好，接下来你吴老师能没说多？麻烦那爱阿米巴腰，哈里巴拉达爱不读懂，飞掉。哈里巴拉爱。哈里巴拉达爱阿当照顾高拉汉诺马古阿比亚，我最喜欢懂得愿意协什么？我喜欢的邻居是很愿意协助人、喜欢分享的人。对，大家都很喜欢这样的邻居哈。谢谢老师好，我是本那个哟。我嘛，凡那爱米巴阿耀，米巴阿耀就是愿意是吗？米巴阿耀。阿耀是协助、帮助都可以。米巴阿耀。哈利巴拉拉爱就是分享嘛，阿达包很愿常常分享。哈利巴拉拉爱，就是常常愿意分享的人。我现在期待那种人。搞了汉的马古阿比奥，对，很好啊。那我们先当那种人嘛。好，谢谢老师的分享，对，这个有在提醒我们就是喜欢协助别人。刘老师，我想请问一下，
你把阿药这边要这样的解释吗？把药这很能，另外一种解释就是说很容易为别人着想。哦，对，我刚刚想到这个把药，你把阿药，你把药就是很愿意帮别人着想了。你把药不是说提钱吗？就是这里是在什么之前？把药就是分享吧，哦，就是着想协助都可以，很愿意帮别人着想了。为人着想的，对，为人着想的意思。你就是很愿意帮助你了，协助你了。感谢老师，感谢吴老师。把药就是愿意协助，我们都学了一句咯。好，谢谢分享，好，谢谢吴老师。好，你班奈，嗨，星星。Malaluk kai go kaulahan aku afiao。我所喜欢的邻居是勤劳的。对，哇，好棒哦！好，那我们这一题就到这里，如果还有的话，可以上传哦。接下来第3题的号，萨嘎嘟噜嘟哟。哦，好，第3题是说，Usapi ma'an nufiao kuni akurah。这个小米酒是邻居用来做什么？kurah 等于 around 或者是figu哈。依不同的部落的说法。好 ，Usapi ma'an nufiao kuni akurah。Usapi ma'an 用来做什么 ？nufiao 就是邻居 ，kuni 这个akurah 就是小米酒。就说这个小米酒是邻居用来做什么的？好。我们的小米酒有很多种说法哈。乌沙比，如果是举例的话，就是乌沙比阿拉努菲亚杜嘎沙夫或者是说邻居要准备迎娶媳妇或者是说乌沙比什么什么之类的哈。这小米酒是邻居用来做什么？你想一下，你邻居的小米酒通常是用来做什么的？Usapi patausi no fiao， 或者是说邻居用来请客或者是请朋友喝的都可以哈，简单的写就好了。Usapi ma'an 意思就是用来做什么 ？no fiao， 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比药 ，kuni akurah 就是这个小米酒，或者是 arau， 或者是 figu。星星，慢，请问喝怎么说？喝你说喝水的喝吗？对。miowak。miowak， 好。miowak tu kurah。Usapatakis。sapatakis。好 ，sapatakis。sapatakis 也可以好，谢谢。好 ，sapatakis 会吧哈？你写的不好会有老师帮我们修正哦，好，放心哈，不要不好意思。好，有看到嘎招，Sabima no miso。Usapi sasilau nangla kunia gora， 这个小米酒是他们用来腌肉的。你那边好，你那边是古拉，是那边是问号。你是不是没有改？我改一下，对。好，Usapi sasilau nangla kunia gora， 这个小米酒是他们用来做腌肉的。是哈，是哪一组的人用那个古拉？是不是泰雅族？泰雅的人比较喜欢用那个小米来腌肉他们喜欢用那个
小米来腌肉，好，对呢，好，打造他修正了，好，usabi sasirau nangra guni agura， 这个小米酒是他们用来做腌肉的，对呢，他们的腌肉用小米酒哦。他们说我们傣样的好朋友，他们都说很好吃，哦，很甜美哈。我是阿美族的口味哈，喜欢吃咸的。好，绕很多作用哈，很多用法，也可以喝，也可以吃哈。除了沙西绕，还可以拿来喝沙巴刀西。或者是萨巴达拉多嘎拉夫啊，预备娶媳妇啊，或者是遭罪啊，哈，小米酒是非常重要的。老师，那个李老师不是说那个他腌肉的第二阶段是用那个酒，是用古辣吗？还是你说那个腌肉哦？对啊，它是用阿巴就是米酒，这古辣是小米酒。对啊，古辣是小米酒，所以他们阿美族用来第二阶段用的是阿巴，不是古辣。阿巴的那天讲第二阶段是阿巴，我听到的是阿巴，他没有讲古辣。如果是古辣的话，就可能酸酸的，因为我们阿米的喜肉好。但是巴哈呢，就是一定要用米酒加香，对，这样比较好喝。对，好，阿拉谢谢。来都好，有什么疑问呢？也可以问线上的，有很多师长，他们都很会哈，可以帮助我们解答。Usabi ma'anu fiao guni agura 好。你们的邻居有做小米酒的哈，它是用来做什么呢？沙比巴刀西，刚才吴老师有讲说沙比巴刀西都需要用来请邻居喝的啊，请客也是很好啊。沙巴达吉不是沙巴刀西，沙巴达吉了，沙巴达吉就是敬酒哦。对呀，给人家喝敬。沙巴达吉都为上用来敬朋友的，用来敬好朋友的，可以啊。那你写一下看看，写一下很美的句子啊。不是比马安啊，很多嘛好，邻居有时候会做很多绕。做很多的时候，他会分享哦。我看一下下面哦，下面有 Alice， 能秘书都。usabi babaru tu matu asai nu fiao huni agora， 这个小米酒是邻居用来敬献给长辈的。好，谢谢 Alice。usabi babaruk tu matu asai nu fiao guni agura， 这个小米酒是邻居用来敬献长辈的。敬献是那个 sabi babaruk 这个词汇吗？我是看电视学的，就是要把脚往地上跺一下，然后把酒杯献上去那个仪式。对对对对，我们板扎的那个巴嘎鲁纳也是这样子敬献，他们要在丰年庆典的时候啊，或者是宴客的时候，他们要献酒给长辈，一定要巴巴肉哈，是那个哈，就是要跺脚，要有声音。马达马多好萨比巴巴肉，谢谢我们的 Alice 号敬献，就是有那个萨比巴巴肉，我们的巴嘎隆爱要敬酒给长辈，要献酒就是倒杯酒给他，一定要跺一下脚哈，表示很有诚意。好，谢谢我们的 Alice 号，你翠云，板来。
Hai, oh sapi sapatau si no fiyao kuni gura，这个小米酒是邻居用来喝的。用来喝的。我看一下，乌萨比巴刀西哦，努菲要古尼阿古拉啊，这边要加一个阿古拉哈。好，乌萨比沙巴刀西，乌萨比沙巴刀西会不会太多了？乌萨比巴刀西就好了。乌萨比巴刀西努菲要古尼阿古拉这样哈。好，看一下号，写得很棒哦，越来越进步了。阿来吉板奈安号，星海老师马里盖努米苏后，嗨，马里盖老师麦克风，华灯古麦克风努米苏。哦，嗨，dengerin好。嗨。Kemanin？米姑信息，你在说什么？什么安嫩好？Kemanin好。哎。Pakalafi ko kadafu no kutireng. Saka ni tingilai ko numako. Sa saho. Hai ngài to hậu. Mà phán nát tụ cả cô. Hai. Pakalafi ho. Hai ngài to hậu. Lafi andu miso hậu. Tôi lần của Kalafi suyo. Hai. Farius. Nụ miso ho. Hai. U sapi pacakai no fiao. Tu tanyai amihrama kunakura。这个小米酒是邻居用来卖给来玩的人用的。哦，对，好，也是这样哈。好，阿赖及法六3号，乌萨比巴扎盖就是要买卖的。努菲要杜戴尼埃啊米哈拉马埃古纳古拉，这个小米酒是邻居用来卖给来玩的人用的。好，谢谢你，好，法六斯啊，萨比巴扎盖就是用来卖的。好，谢谢。嗨，你智慧读，智慧，华灯谷麦克，我萨比巴刀西念古尼啊干涅。小米酒是我们喝酒聊天用的。对，很好。念那么，感念。哦，第一次听到感念呢。小米酒是感念哦。哪里？酿。感念。感念啊，那么古米酒很好，小米酒。酒酿啊。酒酿。对。酒酿好，感念，嗨，谢谢，好。乌萨比巴刀西娘米啊感念，小米酒是我们喝酒聊天用的酿酒，好，谢谢。感念就是酿酒酿，嗨，谢谢你。嗨，你崔莹。嗨，星星。Oh sapi patau si no fiyao kuni agura。这个小米酒是邻居用来喝的。好，sapi patau si 要好，写得很好，那个要连起来 ，sapi patau si，sapi 啊，对，这样写对了，很好，订正好了哈，大家都很厉害了哈。好，我们接下一题哦。你拉好国民苏力带也可以慢慢写号。好，第4题，第4题 ，now mazazuli itu kisu atau fiau。now mazazuli itu kisu atau fiau， 意思是说，为什么你经常和邻居吵架？也有这种状况哈。好 ，now 为什么？mazazuli itu kisu atau fiau， 为什么你经常和邻居吵架？好，我们有时候会跟邻居吵架，有很多种原因哈。我们邻居也是常常会小吵，有时候大吵哈。有时候会比如说常常
把摩托车停在他家前面，邻居会屡劝不听，会有这样的哈。我们可以这样回答说，Nauhani Marianku Fiau Numaku， 我的邻居很不听话啊。Nauhani什么什么，好，讲一些原因就好了哈。我们这个是练习啊，练习书写啊。然后马扎朱利就是吵架啊。马扎朱利就是有时候跟人家吵嘴哈。一度就是经常。基苏阿杜菲奥哈，为什么你经常和邻居吵架、吵嘴啊？有时候邻居很不可爱，他就会惹我们生气，就会吵架哈。我们也常常看到我们的邻居啊，或者是经常合不来，或者是他会很爱狗啊，他家的狗很喜欢来你家里哈，来你家里尿尿啊，邻居会很不高兴哈之类的。Now Mazazuli itu kisu atau fiau， 为什么你经常和邻居吵架？我们根据这一题写一下。我们主要是练习哈，练习写，练习说。如果前面几句还没有上传的，这个时候也可以传上来哈，没关系。Now Mazazuli itu kisu atau fiau。为什么你经常和邻居吵架？或许他很爱借你的脚踏车，你就跟他吵架了，或者是他偷骑你的脚踏车。Nauhani之类的哈。Nauhani micacaliu jingladu gulijiu numaku， 这样他经常骑走我的脚踏车，所以跟他吵架。Nauhani mitagau jingladu gulijiu numaku， 因为他偷了我的脚踏车。我们练习写哈。Now 就是为什么。来，看一下，有人写了吗？嗨，马劳多诺马古，你爱丽丝，你咪说都。Nauhani Balaris Mapa Dia Mapa Tait Ku Watsu Nu Fiao I Ayao Nu Bawahan Nu Maku， 因为邻居常常让狗在我家门口上大号。对哈，这个我们经常会有这种状况，会跟邻居讲一下哈，跟他吵。好，Nauhani 因为Abaralis Mapa Tait Ku Watsu Nu Fiao I Ayao Nu Bawahan Nu Maku。Nauhani Maparalis Mapa Tait Nu Watsu。这里是Nauhani因为邻居常常让狗在我家门口上大号。Nauhani Maparalis Mapa Tait Ku Watsu Nu Fiao Mapa Tait这边哪里不太对哈？Mapa Tait Ku Watsu Nu Fiao I Ayao Nu Bawahan Nu Maku。
这个有点不太顺哦，要怎么写呢？Nauhani maparalis matae nuatu nufiau ku fawahan numaku，可能会比较顺呢。Nauhani，老师你再讲一次好不好？ Nauhani maparalis matae。好。nuatu nufiau ku fawahan numaku，这样。好，修改一下。好，谢谢你，爱丽丝。好，纪念，努米苏多。嗨，那我呢？答案告诉你no lumateo nangila，他们唱歌很大声。对，对哈，因为他们唱歌很大声，会吵到邻居。好，谢谢。然后喊你答案告诉你 no radio nangila，对。我们常跟邻居吵架的都是这些芝麻小事哈，有时候狗猫的大小便也会让我们跟邻居吵架哈。好，希望我们只是练习练习好，还有可以写上来哦。好，你听雨老师哦，好，然后喊你。Katiihku falujud ma'dasku fiau nomaku， 因为我的邻居心地不好，也很凶。真的，因为邻居很可爱哈。好，阿赖好，然后你因为Katiihku falujud ma'dasku fiau nomaku， 对，有时候邻居心地不好会很凶哦。有正面的，有负面的哈，有好邻居，也有不好的邻居哈。很好，大家一起分享，谢谢。好，爱丽丝，你修改好的哈，你念一下。Hai, nauhani mafaris mataye no watu no piau I ayau no bawahan no maku。nauhani mararit 就好了 ，mararit。好，mararit。Maparif， 你可能我再改一下。来，然后你mararit matae nuatu nu fiau I ayau nu fawahan， 我们怎么那么多努了？然后你mararit matae nuatu nu fiau I ayau nu fawahan nu maku。这样子念也是对了，可是我们觉得好像很多努哈。线上谁可以帮我们整理一下哈？好，我念看看哈。然后喊你mararit mataya 还是 bataya啊 mataya mararit mataya nuatu kufiau I ayau no fawahan no maku。这样子呢，我们很像很多奴哈。好，就因为他的中文写的对啊，因为邻居常常让狗在我家门口上大号，他是让哈。然后喊你mararit mataya Mahana Zarit。吴老师说。Kerataya， 因为我们也是常常这样，在门口会有狗大便。那因为那个爱丽丝这边是说因为Kerataya kuatu nufiau， kuatu 这边叫kuatu nufiau I ayau nu loma aku。对，门口他写门口，把我喊农不可以。再讲一次，慢一点。然后喊你 Kerataya kuatu nufiau I ayau nu fawahan no maku。对，这样有没有很顺？有，这样就很顺了。爱丽丝嘛，等于来说。对，因为邻居常常嘛 ，Kerataya。还对，刚刚林颖老师讲的对，这样就是对照他的中文了哈。爱丽丝，
有听到了哈？你可以再，诶你就根据刚刚老师讲的，就跟你的中文对照的就好了，哈，就对了。还，魏老师，我如果用巴嘎杜玛耶可不可以？这个字可以用吗？巴嘎杜玛耶也是啊，让狗大便嘛，吼。巴嘎杜玛耶，然后你巴嘎杜玛耶古。Watu nufiao ifawahan numaku 这样哦，巴嘎杜玛耶。对对对，应该是说那喊你巴嘎达耶，因为那个狗是邻居让它去大便的嘛，那喊你巴嘎达耶。这是任意的意思了，任意。我就是啊，就是任意的意思了。哦，巴嘎达耶可以啊。可是要写一下，因为它这里我们写很多努，就很奇怪，一时想不起来怎么修正。好，如果可以的话，就给他修正一下，看谁，觉得这里不太顺。好，暂时这样哈，看等一下可能会有人帮我们修正。谢谢爱丽丝哦。不是不好，我们是觉得，因为我现在在改，你在改了，我在打字，我打很慢。可以啊，可以，好，我们给人家修正也很不错哈。好，Adios，mi sodo。Sisi, nauhani mafkir cira, nauhani mafkir cira mitengir tu suan no tamsau, beralir mifalak tu lakau cira i kaya no rumah aku。因为他听不懂人话，他常常把垃圾丢到我家前面。哦，对，很好，谢谢我们的法律说。他说nauhani mafkir cira mitengir tu suan no tamsau，哈，他听不懂人话。Beralir mifalak tu lakau cira i kaya no rumah aku，他常常把垃圾丢到我家前面。对哈，好，就是因为这样会吵架哈。谢谢我们法律幼少写得很好。还有，好，嘎造你等一下再念哈。我们6分了，我们先休息10分钟。好，休息。米兰诺姆吉他好。嗨。要改一下。阿外多蒙爱多米兰诺美惠老师，慢。最后那个什么，因为邻居常常让狗在我家门口上大号，那个主格标记交换。现在第二句，那喊你巴嘎达亚都瓦住古菲妖，这主角是邻居，不是狗，是狗是被邻居带去的，是主角是邻居，所以主格应该是比要，所以应该是。go 跟 no 那个第一个 go 改为 do no 改为 go， 那我念一遍哈，那喊你pagkataya tuwacu kufiao ayaw no bawahan numaku 这样的才可以。哦，好，那个我们等一下会往下看，谢谢吴老师的修正，谢谢你哦，还蛮多呢，比较顺，好，等一下哈，我们看到刚刚。我们先念嘎造的，等一下我们再看一下那个 Alice 的。好，嘎造。nauhani tataang asuni ku suak nangla i kasaya， 因为晚上的时候他们讲话的声音很大。好，阿来好，我念一下。nauhani tataang asuni Kusuar nangra ilataya. Nauhani tataang asuni. Nauhani tataang kusuni. Kusuar. Nauhani tataang asuni. 这里，吴老师，你看一下这里怎么很奇怪哈？Nauhani tataang kusuni. Nauhani tataang kusuni. Tataang ku 然后你tataang ku
只要能啦，伊拉来呀就好了。对呀、他们昨天晚上很吵嘛。没有阿苏尼啦，我们说话没有阿苏尼这样。那哈尼达达安古苏尔能啦，伊拉来呀这样。那个阿苏尼 OK，就马上省略。改。对呀、还阿赖好几个早上写的对。达安古杂交能来伊拉来呀，那哈尼达达安古苏尔杂交都可以哈。那个阿苏尼。安古尼哈奈拉伊达达呀，尼哈声音。哦，那哈尼达达安古尼哈能拉伊拉来呀。对，讲话的声音叫你哈。哦，讲话的声音是叫你哈。对，你哈啥？然后哈尼达达安古尼哈，那他应该要表达的是你哈啦，所以他写到属逆。对，好，吴老师的头脑很清醒的，像我都已经混淆了。好，谢谢。好，如果有不顺的地方哈，我们会旁边的人哈，线上的老师会帮我们修正。好，谢谢吴老师。好，我们这里我们来讨论一下他这个 Alice 阿西边头的秘书呢？now hani kala taye kuwazu no now hani kala taye kuwazu no fiao i ayao no kawahan no maku。第一句是这个。对。Takatusa now hani pakatai tu wazu kufiao i ayao no kawahan no maku。哦，这样就可以了哈。第一句我们看一下，那哈尼嘎拉达耶古瓦祖努菲奥伊阿幺努鲁法瓦汉努马古，这样是没错哈。因为狗经常在我家门口上大号。第二句萨嘎杜萨多号，那哈尼巴嘎达耶古菲奥努马古，那哈尼巴嘎达耶古瓦祖努菲奥。这边不能用古哈，巴嘎达耶。他已经在下面更正了，在下面更正了。下面订正。我看那哈尼巴嘎达耶杜瓦祖古菲奥以阿幺努法瓦汉努马古，对，就这样好。那吴老师写的念的就是这一句，很好，谢谢。谢谢。还阿赖及爱丽丝，好，我们就是这样互相讨论，然后就会找到正确的句子。谢谢吴老师，好，改造的也修正了，好，还是本来过。那哈尼达达安古苏尔，或者是你哈而已吧，没有你哈。我有个日子，不要加苏尔了。苏尔我们读苏尔好。那哈尼达达安古你哈能拉伊哎呀，你哈就好了，没有你哈。我有个日子改造好，谢谢，写得很好。All right。好，我们这一题往下走咯。好像跟上面差不多，可是没关系，我们练习好。Sakalima对哟。Jimaku jibaisu ai afiao numisu，指的是邻居你有钱的邻居是谁？Jimaku jibaisu ai 最有钱的人，afiao numisu Jima 是谁的意思哈？几百数哎阿菲奥努米苏，你有钱的邻居是谁？是谁？可能是嘎造哈，我们就几嘎造或几百数哎阿菲奥努马古，然后喊你有刀基金啦，因为他是老板之类的。我们换个主题了哈。好呢，大家互相切磋，互相讨论就会找到正确的句子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哦。好，你呢？好萨格里吗？金马古吉白苏哎阿菲奥努米苏，金马是谁？古主格吉白苏哎有钱的人也是指邻居阿菲奥努米苏。你有钱的邻居是谁？吉巴奈古吉拜苏埃阿菲奥努马古
也可以这么写。好，你想一下，你邻居谁最有钱？你应该也知道他是做哪一个行业哈。最有钱的人很多哈。今嘛古吉拜苏埃阿菲奥努米苏，你有钱的邻居是谁？百数是钱嘛，也可以讲比萨。今嘛古吉比萨埃啊，吉就是有，前缀加吉就是有，有钱人哈。几比拉爱或几百几爱、几百数爱哈，反正都是百数、百几、比拉，哈，都是钱的意思哈。你可以写说，今嘛古几比拉爱阿菲奥努米苏，今嘛古几百几爱或几百数爱。好，那咱们打好过你句子啊，那咱们打咪苏里啊，我们多学习哈不同的写法，或者是不同的句子，我们可以写另外一个句子哈。那咱们努米打过你好。今嘛古几百数爱阿菲奥努米苏，我们今天的主题哈比要，我们的句子也都是围绕在比要。今嘛古几百数爱阿菲奥努米苏，你有钱的邻居是谁？改造很快呢，黄改造，好，努米苏多。等一下，我想笑，等一下。有很好笑吗？我爱古几百数爱努菲奥阿古阿明古哈利巴海伊迪尼。我的邻居没有有钱人，这里全部都是酒鬼。对哈，有对哈哦，好，你是写这个也很不错哦。我看我爱古几百数爱努菲奥阿古。满民古哈利巴海迪尼啊，我的邻居没有有钱人，这里全都是酒鬼。可是你要说哦，哈利巴海马民，哦，哈利巴海马民古菲奥努马古，对，哦，哈利巴海。他在这里说满命全部，他这边有写全部，可以哈，全部也是哈利巴海这样哦。哈利巴海马恩民，古菲奥努马古。哦，对，好，可以哈，可以修正哈。那么民古哈利巴海伊迪尼，他只是这样表达哈。如果像有比较完整的话，就是像吴老师这样子的句子。他说，因为他的邻居已经没有钱的，都是买酒去了啦。他的意思是这样，是不是改造也很好啊？他这样写不错啊。你可以修正，像吴老师刚刚讲的也可以哈。好，谢谢我们的改造。嗨，婷颖老师。我练成。两个麦哈，好。请说。好，吉马要嘎迪亚古吉比拉埃阿菲奥努马古，马要嘎迪亚是我邻居最有钱的。因为我们以前乡下那个很有钱的都是肚子很大，所以都把他的名字后面加一个嘎迪亚。可以讲说嘎迪亚什么打迪亚这样哦。哎呀，他的名字叫什么？
个爹的，人家一讲说几个爹就知道那个是最有钱的。对对海浪啊，在我们那里很有钱啊，肚子很大。也对哈，后面再外加一个达迪亚。哎呀，还有你这边很抠的，一个起名叫奇迪翁，也是很抠的。哦，都有外号。如果他很外加，对对对，外加哦，外加外号了。外号，他不会生气哦。他已经习惯了，他听不懂了。是海浪哦，好。哎，奶奶。哦，谢谢你解释的很清楚。Tingin ako, makaparay, haliwawa ay guhatira haja. 然后哈利巴拉爱哦，几买腰，他这里讲的是最有钱的啦，几百几爱啦。好，我们看一下那个婷颖老师写的哈，好，很有趣哦，他后面有加一个达迪亚，几买腰达迪亚古几百几比拉爱阿比奥努马古。中文是说马腰达迪亚是我的邻居最有钱的，达迪亚是我的邻居最有钱的。好，谢谢我们婷颖老师哈。他还会解释说达迪亚外加一个外号，也很棒哈。好，谢谢。好，马劳多努马古古尼法利欧斯。哎，老师打错字了。哪一度？你在乎吗？好。Jika niu ku sacipai suai afia nomaku uisin jingla atau iraho ku arihaya apala ningra itaipak。卡妞是我最有钱的邻居，他当医生，而且他在台北还有很多的土地。好，我看一下哈。好，法律说，Jika niu ku sacipai suai afia nomaku u ising jingra atau iraho ku arihayai apala ningra i taipak。写得很好呢。你哪里写错？中文吗？葛妞是我最有钱的邻居，他当医生，而且他在台北还有很多土地。多一个 N。对，没关系。好，你要写句点哈，很好啊，表达得非常好，句子写得很棒。好，阿来好，法利欧斯，来，梅花，马劳努马古努米苏阿弟，阿西本尼苏，梅花，发动过麦克风，梅花，梅花的麦克风坏了吗？还是在车上开车？好吧，梅花，你等我一下哦，你先请下一个，等下再换我。OK， 好，你先停车啦。好，谢谢。智慧，好。Na itai pakai atam rau ku cipai ciai afiau niam safari farid satu palifik。从台北来的邻居最有钱，一直换车。对呀，很好啊，写对了。好，阿西本那个好。那itai pakai atam rau ku cipai ciai afiau niam safari farid satu palifik。萨法里法里萨杜巴里丁，对呀，你写的很好呢。台北来的是最有钱的，是不是智慧啊？谢谢你谢谢你智慧，往前哦。梅花还在停车吗？那我就先请爱丽丝好了哈。爱丽丝，你说好。是翁爱下古。是白苏爱阿非要努马古，你高里拉阿里法法伊安金拉嘎欧西安古拉单票。我的邻居翁阿霞很有钱，但是他很好女色，那个人真惹人厌。好，你很会写句子哈。即翁阿霞，这个是往阿舍的意思嘛？哈。对啊，翁阿霞。Ong Asia ku cipai suai afiau numaku nigawirira， 但是哈利发fahiyan你那边听错了，发发一样。对，好，知道好。
哈利法法希安金拉，卡欧西安古拉当绕，好，对，很好，你只有那个法法希安那边修正就好了，好，谢谢你哦，还对你修正好了，好，谢谢 Alice， 好，梅花，好，我来了。哦，好，请说。我在哪里？嘎呀，你智慧，马拉对手，不智见了。慧的我刚刚写前什么？面上一句，吉米姑姑，吉米姑姑，一白树爱阿菲要努马哥，闹喊马拉都盖紧了，对不对？我是写这样，我没看到画面了。哦，我的邻居，哎，米姑很有钱，因为他很勤劳。对呀，他很勤劳。对你刚刚写这样子啊，你没看到画面，你还写得那么好。没有，我刚刚有画面，但是我现在没看到画面。我个电脑书。我说啊你，我说啊喏，马里登爱，马拉诺个当包子爱跟你高山。啊，还你外家的，对呀，迪丽热玛格纳，对。你都马拉都该吉米姑星星曼莎几白树。另外一个米姑吧，哎啊，是分哪个好？吉米姑姑几白树，哎啊，非要那么姑，然后喊我们拉路该紧啦，对，好。我的邻居米姑很有钱，因为他很勤劳，对，很好哦啊。你的邻居有叫米姑的哈，好，还是米姑的，好，谢谢我们的梅花，好，那我们这一题，我们接下一题哦。你然后过米地里来也可以哈，等下慢慢的传上来，写好的再传上来也没关系哈。萨干那么多哟，哦。哈利拉方古菲奥那么好啊，这个很简单哈。哈利拉方古菲奥那么好，你们的邻居会很好客吗？哈利菲奥啊，哈利拉方啊，对，哈利拉方，我刚念错了。哈利拉方古菲奥那么好，哈利就是很，拉方就是客人嘛，很好客的意思。哈利拉方古菲奥那么好。你们的邻居会很好客吗？好，那他们那么大姑你好，我们写一下这一题。好，我们来练习哈。我们今天主要是在线上，一早来一个大米娜娜好，我们一起来分享。啊，你好，哈利拉放就是很好客的意思。哈利拉放不需要那么好啊，你可以接着说为什么哈。如果很会表达的人哈，可以写2句哦。你们的邻居会很好客吗？嗨，哈利拉方古菲奥努马古，是的，我的邻居很好客，因为他怎么样怎么样。我们根据这一题来练习哦。那咱们那么大姑娘好。随时
把那个表意思。这个阿嬷她很怕吵，然后嗯，就是很节俭。啊，对对对，有的勤俭是一种美德嘛，嗯哈，他就会比较节俭的人会比较不喜欢客人哈。谢谢美花，我们就根据这一题来练习哈。那咱们给大阿玛ini，谢谢美花的分享啊，你来好过吗？你处理带好啊，随时可以上传来分享哦。哈里拉方股票那么好，你们的邻居很好客吗？好。大家还在想哈，要怎么写？好，来，婷云，你们说好。好，嘎啦啦囊杜当烧古菲奥努尼亚，我们的邻居讨厌人们，不好客。哦，我们的邻居讨厌人们不好客啊，嘎啦啦囊哦，嘎啦啦囊就是讨厌的意思哈，嘎啦啦囊不喜欢讨厌人、啊，不喜欢，对，嘎啦啦囊有这个词汇哈，嘎啦如果是嘎啦啦囊跟嘎啦欧西也对嘛哈，嘎啦欧西就是不喜欢。好，嘎啦啦囊都当抛古菲要努念，我们的邻居讨厌。讨厌人哈，不好客。好，阿赖好，对，啊，你写的很好。哎，很多状况哈，有的不喜欢客人啊。比娜娜努米达古你好，我们用这一题来发挥一下，我们来练习说，练习书写，这样可以帮助我们想象力更丰富哦，哈。嗨，你然后公咪苏里带好了个灯号，8:40的，你们来不及讲那么大。我们第6题，哈里拉芳不需要那么好。你们的邻居会很好客吗？你们等一下，其他的人好。什么安古米说不要啊？可以写一下。里拉芳不需要也很好哦。如果他喊嘎啦啦囔，我们就不要去。哈里拉芳的人也是很多哈，有的人很喜欢朋友啊、邻居去造访他的家庭。嗨，线上的嗨，那么稍息爱多啊，传上来哦。我们等一下还有下一题，好，我们先等一等，等1分钟啊。这一题应该不会很难发挥哈，都是生活化的句子，写简单的也没关系哈，写短句也可以。好，伊拉后好就传上来哟。那我们往下看哈，还是这个太简单了啊。如果还有人在写的话也没关系哦。我们就接下一题了哈。下一题哦，好。第7题喽。如果第6题还有人写的话也没关系哈。我先念一下这一题哦。第7题，萨嘎比嘟嘟哟。hatua mifalis kufiau isu to faluhai paliting. hatua mifalis kufiau isu to faluhai paliting. 你的邻居何时换新车？hatua 意思就是曾经的曾。hatua
何时米法利斯古菲奥伊苏多法鲁海阿巴里丁啊，你的邻居曾何时换新车？伊哈做啊，就是表过去的时间哈，曾经何时换新车？我们根据这一题来写下句子哦。伊哈做啊，就是何时过去的，就是说我们可以这样回答，或者是说，那吉拉，那吉拉我们讲是昨天哈，那吉拉啊，米法利斯古菲奥努马古多法鲁海阿巴里丁。如果是我的话，我说我的邻居昨天换新车。这一题我们根据这一题来写哦。Minanam kita hao ihatua ami farisku fiao isu do faluhai apaliting。apaliting 就是车子，faluhai 就是新车啊，新的啊，faluhai apaliting 就是新车。好，ihatua 就是曾何时的意思哈。好。马劳多努马姑姑，你智慧好，智慧。我是前一题。没关系啊，我有说第六题，前一题都没关系啊，上一题、上题都没关系。好，阿弟阿西本的秘书好。Upayang maminku fiao aku在个哈里拉方长大。我的邻居都是汉人，他们不好客。嗨，谢谢哈，的确哈，好，我们根据上一题的句子哈，Upayang maminku fiao aku在个哈里拉方长大，在个啊，那个哈里拉方要跟那个嘎分开哈，在个。然后空格哈里拉方，这样在个哈里拉方，对，好，谢谢，在个，然后空格哈里拉方长啦，我的邻居都是汉人，他们不好客，对，好，谢谢我们的智慧，好，马劳多努马姑姑，你数选。我也是上一题的。还可以呀，上可以。哈里拉方古菲奥努马古，然后哈里基为上紧啦。我的邻居很好客，因为他很爱交朋友。哦，好，能大姑你数选好。哈里拉方古菲奥努马古，我的邻居很好客。然后你因为哈里基为哈里为上紧啦就好了。哈里基为上是对，哈里为紧啦这样就好了，不要记。基为上才是要记，如果你加上前缀词哈里的时候就不要记，哈里为上紧啦就好了。好，谢谢我们的数选。马劳多马姑姑，你法利欧斯好，法利欧斯阿弟。都是我上一题，然后哈里拉放多一个 A。来读。哈里拉放古菲亚诺尼亚，Lenganku Velazate在Taliwaningra ku masama manay kakanan米巴混乱。是的，我们的邻居很好客。如果只有你的麦克风收讯不好哈，如果只有剩下1粒米，他会去借各种各样的食物来请客，是哈？好，你的麦克风没有声音哈，好，没有声音吗？awai ku suni, awai ku miha, awai ku suni nula公一书，能大号啊，我念一下号，还意是的，哈里拉方古比奥努尼亚，
我们的邻居很好客。anu sengan ku flat azi在。如果只有剩下1粒米，家里问ningra ku masa maanai kakaknen mi paholul。哦，他会去借各种各样的食物来请客。哦，很好啊，你写的不错哦，法利欧斯写的很好。我一个马拉拉外号写的很不错哈，写的又句子又很长。好，还有上一题的也没关系哈，可以上传，谢谢。好，修正了你书写哈，哈利维桑景了，对，很好，这样写的很好。哎，你老师，那我可以改成马乌拉几为上，这样可以吗？马乌拉，哎，马乌拉几为上景了，这样也可以啊。好。你解说马乌拉几为上景了，这样是对的，很好哦。好，卡照努米苏多。哎，来了，我一次写2题哦，我刚刚没有时间。好。Aika hari lafang ku via numaku. No hani awai ku sapakaan ningna takwanan tu maamaan。我的邻居不好客，因为没有东西给我们吃。给我吃，对。好，第2句哈。I ayaw nunia mi herza mi falis satu jingla tu alithing。他去年就换车了。好，你写2句。好。你台式写2句很好哦。在爱个哈里拉方古菲奥努马古，然后你我爱古萨巴嘎宁拉达瓜南多妈妈安。好，我的邻居不好客，因为没有东西给我们吃。没有东西给我吃写得很好。伊阿要努尼米哈扎米法利茨。satu jingla tu paliting. Ayaw nuni mihaja mifalit satu jingla tu paliting。他去年就换了车。Ayaw nuni mihaja mifalit satu。这个satu会不会是多的？我念一次哈，ayaw nuni mihaja mifalit jingla tu paliting。他去年就换。好，马上改。satu，你这个好。ayaw nuni mihaja mifalit jingla tu paliting就好了。satu 是旧的意思嘛？要等下给我老师看一下。好，谢谢我们的改造。好，接下来你心愿di asipan ho kuno misu。Baik. Aliai ku fa'aluhai palelin no fiao. Anolata pacaliwan takuanan tu palelin。他有很多车子，有时候还会借我开。很好，你的中文哈，刚刚念的中文哈，好。Aliai ku fa'aluhai palelin no fiao。latak pacaliwan tu takuanan。你这边是tu kuanan哈。latak pacaliwan takuanan tu paliting。latak pacaliwan ningla takuanan tu paliting才像你刚刚念的中文哈。这边就很奇怪，anulatek pacaliwan tu takuanan tu paliting。pacaliwan takuanan tu paliting。好，因为没有看到你的中文哈，应该你这边是takuanan哈，你修正一下，你写到takuanan。对，好。来一起心愿呢，好。你是你说好。Mitaliw tu paisu ku iyaw aku ingking ko
米法利金纳多法罗海阿杜夏。如果我的邻居向银行借了钱，他就会换新车。对，好。Anu mizaliu tu baisu股票啊股以金固一金固就是银行哈。对。米法利金拉tu法罗海啊杜夏好。杜西亚也可以，杜夏也可以，好，那个 I 可以省略吗？还是你少写？还是可以？我改一下，我不太确定，我改一下。西亚，杜西亚。对，杜西亚应该还有一个 I 哈，杜西亚，还。好来信息。好，改造的有修正哈，哎呦，努尼啊，米哈米法利斯杜。宁拉古巴里令，马法利斯都宁拉古巴里令，对，好，谢谢，大家都很会哈，杜西亚对车子，好，杜西亚对，很好，谢谢哦，好，上句的有人写还没上传也没关系哈，好，我们接下一题，老师那个信验的那个是不是要用古巴里令？你做信验的吗？我看最后那边把杂流温打过完了，古巴里令，这样是不是？我看Anulata pacaliwan takwanan ku paliling. Anulata pacaliwan takwanan ku paliling，对，好，要用古。有时候他会借我车，对，可以哦，用换古，好，心念。你的赌改成古，好，谢谢我们苏贤哈，贴心的帮我们修正哦，好，谢谢哦，好，以上哦，好，如果还有可以再分享也没关系哈，我们接下一题哦，萨卡法鲁多号，第8题，itu aku bifudingan isu atau nufiau。Itu aku bifudingan isu atau nufiau。你和邻居抓鱼的地方在哪里？Itu在哪里的意思哈？故bifudingan哈，福定就是鱼嘛，加上前缀后缀就是抓鱼的地方哈。bifudingan 抓鱼的地方，isu 你atau 和nufiau 邻居，整句是说你和邻居抓鱼的地方在哪里？Itu aku bifudingan isu atau nufiau。好，我们就根据这一题，好，那么那么大阿米苏里，写看看哦。你和邻居抓鱼的地方在哪里？我们形容一下地方。如果是我的回答，就说Aluku bifudingan aku atau fiau。我抓鱼的地方在河边。我和邻居抓鱼的地方在溪边海边都可以哈。那么努米达古你好，我们用这一句来练习一下。如果还有上题的哈，也可以再传上来哦。因为有时候我们想不起来，有时候忘记单字怎么写，突然想到了，就成一个句子了哈。好，我们进入到第8题喽。Itu aku bifudingan isu atau nufiau。你和邻居抓鱼的地方在哪里？Itu在哪里的意思？这一题应该很好写哈，不会很难。烦恼烦恼就是池塘。烦恼古比福丁安，抓鱼的地方很多哈，池塘啊，
因为我们跟邻居是好朋友，会跟邻居结伴去 Mystic 去海边抓鱼。很多地方可以抓鱼哈，想一下，简单的，阿鲁，或者是你跟邻居通常去哪里抓鱼哈？Iza ko pifutingan hao, alu你烦恼多，以姐姐都可以好，还很快哟，还加招，那么说好。Iriak nu kakatawan ku pifutingan aku atau Nufia。我和邻居抓鱼的地方在长滨的海边。哦，很好。Iriar nu kakatawan ku pifutingan aku atau Nufia。好，很好哦。好，爱丽丝，那么说多。以比西里安国比福丁安阿古阿杜努比奥，我和邻居抓鱼的地方在白手莲。对，好，比西里岸就是白手莲。好，谢谢爱丽丝。好，你去过白手莲吗？去过三仙台。哦，对对对，好，难怪你会写比西里岸。好，阿赖，好，好，法利欧斯，努米说好。I kengkeng nu nyarok ku piputingan aku atau nu fiao. Nau hani urasa ku nanum itiak。我和邻居抓鱼的地方在部落的水沟，因为那里的水很干净。好，看一下哈，一根根努尼亚罗，根根就是水沟吗？洪村那边我们讲根更。根更好，你们讲根更对好。一根根努尼亚罗古比夫丁安阿古阿多努菲要，那哈尼因为 orat 很干净的意思哈。orat 萨古那努伊迪亚，伊迪拉吗？伊迪亚也是哈，那里对对有这样的说法。好，谢谢。那边的水很干净，很干净就是 orat 萨古那努伊迪亚，对，伊迪拉，好。你们的说法是那里就是伊迪亚是吗？其实可以讲伊迪拉，可是如果是两个人对话，伊迪拉是说你可以指给他看，他看得到的。可是如果两个人都看不到的话，我们就用伊迪亚。哦，好，都看不到的地方就伊迪亚。好，写得很好哦，谢谢我们的法利欧斯。嗨，你来吼啊！好，赶快哟，我们再等1分钟哦，因为这一题一定很多人写哈。等一下，琪琪可以等一下哈。如果你们手上还有写的，我们一起来学习。好，你来后过马苏里带那么，我们一起来练习一下。好，然后你马苏里带都好，因为已经写了哈，没有传上来，很可惜哈。好。我们的时间也过了哈。好，伊拉乌尼梅花阿迪梅花，努米说梅花。嗨，我来了。菜市场是我们钓鱼的地方。好啊。我们用钱钓鱼。好啊，可以啊。不敌，那你是用钓的啊，很有意思啊的。Ibibaatsaan ko pifutingan ako atufio ako。我和我的邻居钓鱼的地方是菜市场。Ibibaatsaan，阿扎不是有一个格勒号阿扎？
比巴阿扎安古比福丁安阿古阿杜菲奥阿古，我和我的邻居，你没有写那个钓鱼啊？比巴阿扎安古比巴怎么单？比巴怎么单 ？OK， 好，老师，好，请替我修改一下。